呀，各位聽眾歡迎攏都來分享福建的節目來收聽我人講這禮拜的話題是蝦米呢？這禮拜我們講新正講啊嘛，所以人有口處有特別咩風水人讀到，頂住我看到 internet 是講就你臨年物件，今年別係臨年物件。我是咩？啥？打工嘛，手抓起别了，本来啥嘛。哦，那查諗啦，冇啦，一時係咪就有一時 Ribena 拍廣告嘅？你真係會啊！有咩事講？你這邊對一時I think 原本有淡薄有對淡薄人狂水人講滿啦，特別係一時 Ribena 廣告，講到特別就整特別清係咪食嘅物件，係咪咧？特別黏Ribena特別黏裡面淋拿物件，係咪咧 Ribena？你看呢個廣告。我覺得我聽到 ，OK， 咱嚟講橋傳嘅，等陣我後尾特別幫到冇新隻歌，加上新隻，我差唔多係搞嘛。哇，今年一個月，新隻嘅渣呢？會唔會 ？Oh my god！ 即係別戶嗬。It's end of the month，貴杯。係咪嘅？阿仔啊，都就係講新加坡呢渣。貴杯嘅渣啦，就是講同平常時較只是幾個月嘛，較只是幾個月，一個月較少。阿仔啊，都就係見你隻咩年？一個月。阿朗。If it's middle of the month，冇。啊，做咩事？有人唔知喎，我夠閃就知叫。咩嘅？啦，咁呢個一個啲就啱嘛。阿咗見你係咩年？見你幾年哦？有，但是嗰時見嘅拜年話，攞華語按照講。經濟拜年，經濟拜年。見你超火啊！嗱，冇啦，你哋愛國字嘅講 ，OK 咧？你愛國字，你拜嘅講，你拜是講幾年嘛？你拜啷個嚟拜幾年？即係話新加坡啊？他咪兩怪，唔知叫做 Chinese New Year 咪水 music？ 喲，這是中國咩？哦，這係方大同嘅 Chinese New Year。方大同是叫咩名啊？音乐的确是卡溜风啊，卡溜大的语言。我觉得这个可能对我来说，做音乐上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推动力吧。哇！伊個當人掛解，真正掛解無，佮無像我心裏面想真正掛。等陣，安怎吹真正個？啷講我先，我去吹下。阿 John，喂，你做咩未記做？係咩？未記開 live 啊？你嘅節目介紹。哦，等陣我要吹真正掛，我唔會放聲。我這是 Benny，安尼先呢真正掛咪。叫我吹個 traditional Chinese New Year song。財神到，財神到。啷家己想的新隻歌是想到安怎嘅歌？我想嘅是老歌嚟，40年代嘅老歌。我唔想。我第一次聽係種嘅咯，呢啲比賽咯。我看這是。咩事？我想到嗰個是香港嘅歌。有笑臉咯。這個thank you 哈。這個鮮的咧，當人歌，真正歌嗰啲鮮的啊，這都是鮮的啫，這都是舊的啫。一句吧，哈哈哈，對安尼。我第一攞鮮嘅新隻歌誒。這個，點看？這啦，恭喜啊喂，這是。這隻唔是恭喜嘅。喂，我等幫你啊。這是上海 Philharmonic Symphony Orchestra牌啊。엄마 아빠 말 좀 많이 안 듣는 편이라서 고집이 좀 많이 세서.係咪見咧？其實Korean嘅話 ，OK， 唔要緊。哦，拍攝，安你聽得到咩？安怎未？嗱，這咪恭喜啊！
OK，咱後尾放，咱後尾放咧，你看 relaxing 嘅歌，啲咁唔會叫住。哎，講起就禮拜是聖誕嘛，所以我會拍水課咯，然之後叫住啊，見啲洪水啊，咪特別嘅洪水，要做咩物件？我咪特別要做。有 vacuum ceiling 哦，係啦，收你哋都試嘅啦啊，是咯，樹咯，又係樹咯，索，呢啲都試。啊，話湯鴨煲，哈，對，我湯鴨煲對，湯鴨煲是點解嘅咧？湯鴨煲係我開始是一年我知道，是這樣子嘅。你一頭粉只狗。我嚴重啦，一年我知道湯鴨煲。我愛就是一年我年100本身嘅嚴重了咯。你講阿轉，我是有公公冇？公公咩？有公公冇嘅聲？冇公公。冇，阿轉咩個話 Android phone 啊，我是用 Android 嘅 Samsung Note 5啊 ，loudspeaker 嘅講話，冇公公知唔知？冇就唔是啊嘛 ，Android phone 啊，有半對啊，嗰啲講聲啊嚇。你定到 Android phone 啊？我冇尋到有 Android phone 啊，是 iPhone 都問公公就好啊。我用 Android phone，Android Samsung Note 5。嚇，聽未到你講咩？我用咁，喺度怕啦，阿轉。不過到嘅，我咪你話咩特別誒紅色成個新正 Q sau是冇上加平常時。燒啲都是咯 ，and then 就make sure 個卡清氣咯，係咪唔一樣翻啊？好卡清氣。都問定咯。你有成個講係你成個有要擺係咪物件到底擺成個？有咯，我老婆買2日 online 嚟到那靠嘅叫咩啊？加 Bosch 嗰啲咯。online 啊，黐 online 啊，係 online 驚你辦。我啦，叫抓 online 啦。哦，抓 online，OK。定冷。哎，定冷啊，掉定冷，這是排水啊，新正排水啊。這是等陣豆嘅你特麼環圖我都未記做過，介紹我特別嘉賓。是啦，做派啊！特別嘉賓就是特麼豆嘅咯，當佢先有冇講 Note 5啊，是講有唔知係爆炸哦。未啦，我以為今年家幾啦爆炸。哦，我想講新正放炮先嚟放Samsung嘅辦電話。個會阿俊。Samsung 電話頂住爆炸係咩啊 ？Note 7啊 ？Note 7。當新正放炮只要放 Note 7。阿 John 是未講衰阿 John。我不要緊啊，那是 iPhone 爆炸我咪是講。แล้วก็阿龍歡迎阿龍。大家好。แล้วก็อาหารตัวเองก็韓國嗨，大家我就中文到邊個？後點講？後點講咪咪前先解講後點。唔係，當然我咪講啦。我講啊，我講啦呢。唔係，當然咪講啦，我咪講啦，可以貴去等時下嘛。丟人，丟一件，買不離啦。買講啦，冇件呢，買啦。等陣，我個上面咁樣放過，我個上面咁樣放過，就是即是專門是學阿涵呢。係咪？我真係明嘅。阿涵小歌是放學女嘅時間。啊。太乖。哎呦，過再來。阿涵 so cute。阿仔同我學過multilingual 嘅 version 咯。哦，冇啊。第一故事上話啦，就好聽啊。哦。John 你放嘅就是。我放我過啦，我唱咯。這是莫安娜係咪？我冇看過阿涵，我嘅名是阿涵，我嘅 boyfriend 是我就掉，我當佢對住幫嘅了，反對出來歸你，我求個攤假咯，我真正歡喜對邊人起來歸你。貴先正來個幫炮，放Samsung嘅 Note 7。John，哈，咪。但係你放出嚟歌就是我是即係莫安娜嘅soundtrack。你除莫安娜multilingual 就使啦。
冇啊，咱介紹。你只好聽，你貴咧 clip 先好聽，第二個只笑話只好聽。YouTube 嘅嚇 ，YouTube 我哋 YouTube。冇 MOANA，你 Disney 係 movie 啊，冇啊，animated movie。哦。冇啊，那冇啲 lingual mouth OK，冇啊啦 OK。24 languages OK 來聽。You need a website. 哎呦 Why not? I don't need to listen to your commercial. OK，咁耶！佢在講啊，佢講啊，過嚟講啊！來 OK，來聽下啊。阿涵啊，喂，阿咪。ลูกกะเอาจุกกงเอ้ยนี่ตั้งแต่จันควันแม่ไม่รู้เลยว่าทำไม你都唔快啲嘅，一波我只知嘅啊，入話。即係嘅。OK， 我搞住一號啊。啊，那你插小啦，你扮嗰啲入話。拜，我聽未到你講啊！你講我聽未到你講咩？係最緊張。喂呀，你可以聽 recording 就得啊。OK，來，那講 Q 啦，是這樣。喲，就人啲搬厝啊，鏘是怎啊？阿涵搬厝。OK，來講啲啲人別你做咩特別 Q 厝？是這樣 Q 少。我厝真細呢，冇咩 Q 嘅啦，咪是 Q 在間 Q 房間，就湯啊，就梅，就托卡，就肚。你攞時，你看這是落古一整到三 Q 厝啊？唔知啊，我嘛叫你我做，你冇看通書，還是係咪叫其實叫厝？冇需要啊，需要咩？有人看，佢看紅水先生看這個紅。我係咧，冇咧八卦啩。我係只咧當屋只裡面講啊，即其實去叫啥幾點啊，咪嗰啲 clock 啦。啊，你是老東嘅啩？嗱，佢橋一個紅咧，你一個要放唔知咩物件，到底咧當兵嘅會放咧唔知咩物件，未記啊，我冇對咧物件。特別新正喎，哎呦，我有插一盆嘅花嗬，是只大棵嘅啦，一棵我新正是擺嘅，我舊年冇擺，今年上我未寄來擺，我未看下，我未看，我講到叫厝頂住我只看到啲 Snapchat 裡叫我可能看三度啊。所以人看到咁啦，特你講 surprise 啊，拎嚟喎，成講看未起話啦。阿涵就 call， 阿涵就 start the call 啊，你實實。係咪？你頂住梅話，你看到我三度，你叫啊，你是頭一間叫啊。冇，我真久冇睇到 Snapchat 了。哦，對，你等我冇等好數對。啊。了哎，等個我換電話先。哈哈哈！就看住來，新疆來啊。Hello， 你是最。Hello， 我是新椒。新椒啊，冇啦，第二擺來啊，第二擺。哦，第二擺來啊，你是大媽係你學緊名啊？啊，唔是啊。你是怎？我第二擺來是新椒，過幾年前啊。哦，你叫咩名？可唔可以叫你名？小雜寶。小雜寶係乜嚟未記咧？嗬，小雜寶話你。未記喎。點解小雜寶名未記？你名你點解是講咩話題啊？都係是。幾日啦，我特別來講。我頭一擺來講幾，第二擺我係不係講幾，特別你冇講。當今咪是冇講嘅，你先知係數。安做等等。你咪講先知係幾喎？關係嘅先知係喎。冇啦。講好口，你講一個。講一個啊，會使無啊？笨蛋嘅。笨蛋嘅人咪聽到當然係夾幾人冚起。講我即係我朋友甲我講誒，I think 2年前伊甲我講，因為即朋友呢是大波來啦，我係同學啦。然後 after that 伊是甲我講，伊10幾歲 start 時吼，伊就成日搭你7月，當人7月。
because 伊厝 opposite 是一个大丛的树嘛，啊，了迄个树是真正古了，我细汉到当中我30岁啊，30几年、40年的树哦，啊，你是大树。啊哈，然後咧，伊是甲我講啦，伊是10幾歲時，逐擺當人試過，伊就聽到有聲。了，伊是困對迄how to say living room， 伊是困對迄客廳啊，客廳到。了，伊就講，逐暝吼試過時吼，伊就聽到有查某喊。哦。半暝至3點，伊就開門看。看到迄個查某呢是穿着白色衫，對，看到伊，了特別迄個查某呢，迄個鬼呢，安怎講呢？不敢靠近他，唔敢玩伊，唔敢玩伊，唔知蝦米事啦。了後頭咧，真正久了，像10幾年啊，後頭咧到伊袂動啊，伊袂打鼾了，伊就去閃法啦。啊，去閃法，伊閃暗一直去。問師傅哦，了迄個師傅就甲伊講，成個是上意識啊，正是上意識伊人有迄個安怎講淵源，哦，了迄個查某呢是好誒，迄個鬼是好誒，袂害伊誒，是逐擺走骹手伊爾，哦，了特別伊是7月才會使看到伊爾，哦，了我朋友本是袂打鼾，伊講成個。無精心做工，我第2日逐暝本是安尼款，了後頭咧伊就去伊個 body tattoo， 伊是互迄個上暗嘅，上暗嘅師傅念經了，甲伊 tattoo 哦，了後頭咧伊袂使食骨啊，蝦米本袂使食，後頭咧伊 tattoo 了吼 ，OK 了，伊無看到了。嗯，我當然特別幫安新正掛到後尾就無啊，這個槍嘅啫。係咩？阿妹咪讓當叫讓做掉嘅，讓當一做掉，阿妹 prepare 啊，準備過新正時做咩嘅 ？decorate 厝咯。decorate 你講咩 decorate 做講啊，學緊話龍。我蒸你厝。蒸啊。蒸咯。蒸你厝。雕迄款春聯。新家嘅物件，啲我人會light bulb 咯，我人會燈咯，有黏迄款紙咯，有燈籠咯。個當晚個一陣咧，讓出去人有安尼款嘅紅色雕紅彩啊，檳榔嘅都有，檳榔人就雕紅彩，仲係但呢人有雕紅彩哦。我在雕嘛，是咩？係咪嘅 ？Depends 個有啦。真正切一時30萬塊掉。有啊，我人有掉。看日子個啊？哦，怎講看日子啊？我你講下。古靈冠。你去到看？經濟好嘅咯，經濟好至得掉去。哦，你是掉是真正未搞到使掉嘅啊？係啊，愛炸掉嘅嘛。哦，看日子掉嘅咩？我是30萬灰掉咯。哦，你哋看咩唐書啊？是去看洪水先生梅？唔知我嘛掉嘅。哦，有睇下 internet 咧，這樣個啦 post 嘅。係啦，是我看到個啦，唔知相信未相信。嗱，南西嚟啦，南西等都有厝啊。南西，你到底在邊大漢嘅嘛？你過新正有掉紅彩哦？有啊，我這邊甲 KL 厝我冇有幫嘅。阿漢呢？阿漢你有掉厝掉紅彩啊？阿漢有。哦，但你冇掉。我有一個問題。咩問題？有人對新家是拄着鬼無誒？Good question, right? I'm very curious. 我真正好奇，有無哈？真正有人拄着鬼啊？有無哈？做咩無拄着咧？我無人問你啊。無一定有誒嗎？你真係可能鬼本有 Chinese New Year 咧。係啦，做咩事7月該看到鬼咧？人哋新正是看未到嘛？無嘛，因為過年紅嘛，紅。嗰啲紅槍都有冇咩敢來嘅？紅咧放炮亂啊死啊！到底個人那邊有掉紅彩哦下到嘅。
depends on I mean 看個人嘅厝咯，等下我嘅厝是無到這個名咯。哦。我嘅厝是愈簡單愈好。哦，แล้วรู้อันเจ้าเขียวเสาอุตสาหตะแปะสินเจียเขียวเสา掃地廚房哦，然後就房間下嘛就愛吸清氣嘅咯。掃地廚房佢就是幾時掃咧？幾時掃？我嘅 sister 就講呢邊啦嚇。一禮拜整啦，一禮拜先正至整一禮拜啊。你掃咧地都是你是用咧成個掃地都是喺裏面等等一頭整係清嘅。然後同時咯，然後就房間吸個了看咯，然後他們有個卡咪看咯。哦，就托卡。แล้วเราสังกัดตะเปะไปตัวไปไปให้มันมีการให้จะเป็นตัวไปแห่花เป็นแห่จังอ่ะติอ่ะ我那是愈 simple 愈好康康清氣就好啦康康清氣咁就好啦面有擺本冇我冇講擺個阿哥可能看啦面 simple 看咯做咩說 nice 啦你講做咩說新疆人都被扣少清氣啦是啥咪因為新疆嘛，做在下嘛就愛清氣看咯。你客人嘛是愛來嘅。人客來吹咯，所以你就被扣少清氣無垃圾啦，係啊。你諗唔是吹一個別使扣少啦？哦，是哦。吹一別使收口卡。吹一收頭卡，收個仔了出去是唔是？人講。收你玩嘢仔出去。你可能是無人來啊嘛，別使嘛免。扣蝕咯，係咪嘅？那是冇人來啊？那是冇人來面扣蝕咯。就話了。是，而家是講笑話啦，但是袂使掃塗骹，你掃仔出去，所以你舉臭手，你到底夾落，你掃入咯。actually 啊，actually 嗬，大粒頭，你講嗬，咱係講掃是掃出去嘅啦嘛，但是你用 vacuum cleaner 你掃嘅啦，接起入面嘛，所以咪是應該會使咯。掃仔，你掃嘅時你掃嘅啦，我看係就咁掃入來嘛，所以應該是好嘅。就係人民對啊，成日怕仔是嚟輸啊定。輸了吞到堆落去，唔把佢哋仔吞到堆落去。掃一吞落去㗎啦，跟住拋底啊！拖好似嚟拋底，成個小馬油碗啊！成個小馬油碗啊，跟住嚟拋底添。有啦，我有 decorate 淡薄嘅啦，你 decorate 係咩？做淡薄嘅 decorate 啦，成日今年我就做安尼款咯。得我看。今年我就做。你學揾看下，等你學揾看。哎呀，咧，嗰啲啊。放這。哦，掉到啲藤啊，有紅嘅。唔是掉，這是黏嘅。哦，黏嘅，即抓有機。做係嘅，需要個殼膠呢咯。哇，需要個殼膠，中國風呗。喺中國風係咩嘢嚟？呢是一個你想袂到，你想到嘅位，你想到，我假是想袂到嘅物件，一部袂。哦，係咪嘢？這是你 online 店還是去這家店？這家店嚟。哦。這家店嚟。麥當勞有出紅包籠哦，啥事啦啥？Texas chicken 有。Texas 有哦，Texas 啦，攞鉗我啊，會使。係咪 chicken？係咪 Texas chicken？Texas chicken 係咩？Church's chicken。哦，yeah，對，安在咪就 Texas 是唔是 because of church 數？是。Oh my god！ 伊是叫 Texas 啊。Churches， 叫咩 ？Churches， 哦 ，church 啊。然後把你我人正講嘛是 Texas 往是邊。哦 ，Oh my god！ 都真係大粒頭 ，Churches chicken 到底Malaysia叫做 Texas chicken。我這我唔知，特別 Churches chicken 伊個雞好食 ，not bad。Churches 是 ，Oh my god！Church chicken。No，churches，not church，Churches chicken。Church apostrophe。Churches chicken。袂啊，我正講馬來西亞好食本哦，袂歹哦。可能我雞好食，我正講好食咧。對，意思㗎。我Churches chicken我是個一幾件嘅，一幾乾。我正講冇啦。有啊。我冇幾件幾乾。冇咩？馬來西亞人講嗰個有啊。冇哦。冇啦。
係冇，我就係去新加坡去，新加坡冇啊，我冇看過。新加坡本叫 Texas 還是叫新加坡叫 Judges？Texas one。Oh, maybe it's outside of the maybe Judges already 把你 brand 呢嘢 copyright。好食咩？我冇食過嘅。冇食。你另外隻 topic 嘅講啦，講嘅事嘅講。我看到只謝煩惱。唔要緊啦，煩惱啦嘛，白白食了啦。我是看煩惱，嗰啲看，仲係較 dry 嘅。我聽comment啦，我朋友講會較 dry 哦。哦。啊！你白個講，是當講嘅，你個講嘛？我 OK， 等陣講聲先嗬。兩張上面，南西上面。我搞到上啦。哦，上河。上河特別細，我12歲啊。30歲啊。是啊。แล้ว小雜貨咧12歲自己買潮嘅。小雜貨上面 rabbit 小雜貨小駝白駝แล้ว豆嘅上面老狗哦豆嘅小狗阿龍咧阿龍上面快跳就人啊來學生阿龍上面阿龍小羊今年啊阿咪，今年乜都食羊。舊年今年是雞啊！舊年是羊，舊年。哦，那你這個那你揸住你，แล้วอาหาร上面อาหาร咩？哦，อาหาร是小羊啊！後邊是12年。對，是12年。即係嗰陣時我第一後生嘅。What the fuck？第一後生時裝應該是阿涵啦嚇，有一個弟弟阿伯咧，弟弟阿伯笑咩？弟弟阿伯笑鳥。細佬就會。細佬就是回事，出幾個三古小古，嗰個rabbit，古是大哇 ，rabbit 啊，駝，小駝。嚇，我不是駝。我係啦，你話兩人做兩小駝病去咯，病去是幾去？等陣。10字一時嘅招節奏10字去。獨立頭都上面。別使講。你是香蕉啦，冇啦，善堂啦。你笑善堂呀，都等我看你是耍虎啊？笑耍虎啊！等陣我妹看你較新的人啊，在本來福建的會生肖。啊？本來福建生肖咯，會知啊？我未記呢。唔知哦。我就有善堂呢，我就有耍虎有善堂呢，有唱。本來福建就是頭嘢啦，因為我先我看到我係靠真靈，我 iPhone。喂，揾到點解 call？ 喂 pocket 試下，喂 call 啲律，我真係冇律，哎呦，死佢世界人 call 到前面。冇情嚟 call 喎，咪可能 call 條女蕉啊。冇情嚟 call，裡面嗰個蕉個攞嚟笑，裡面嗰個攞嚟女。我老。嗱，可能看這頭一個，等陣成講成，這人有氣嘅人就會 call 掉啦，這樣裝有啊，正。阿涵有啊，阿涵。講唔傻虎啦喎。阿涵有哦。阿涵有嘛嚇？係咪我無？我都無。做咩事我無啊？我唔知啊。我唔少叫你咩？你諗冇叫阿涵咩？阿南西。無。無啊！我看你人有嚟日頭去，我無。哦，唔要緊，我有 extra 啊，拄到你是我好你。自康幾嘢啫？是。自康10個，自康1個。你講一個阿涵 join 本我可能伊無 active 嗰時係未數啊，3丁嚟得啦。3丁嚟得，無拄到伊嘅。即係人看，即係是只。當今即 limit 啦，我冇人，我個出，我唔知你幾哪裡，我個出幾哪裡即是本來福建一聽講不好嘅，樣 design 嘅本，就是10年生肖。唔是男人。
人 design 嘛對，人 design，加咁配 print 行。然後一隻林一隻咧泡餅嚟住頭咯，然後嚇，這裡是10年18傾著10年意思做。然後邊咧福建嘅成上是一線糖、二落、三鳥、四菇。後線糖我哋細線糖嚟。四菇、五腸、辣椒，啊，這都獨立頭咯，辣椒。切胖醋、白胡。等我先生是熱咯，白胡、膠鴨、11西、12蒜糊咖喱冇人制，梗係冇意思咯。哎呦，這話歷史隻菇嘅，就變咗學嘅嚟。係啦，即係歷史隻菇啊，就係隻菇啊。頂到嗰扎啊，獨立。往時即係我唔是到底錄音，唔是講嘅就，往時頂到嘅時候，我嘅本來學嘅嘅 group 較細嘛，所以我人 after 錄音嘅時候，我個 continue 到 Skype 會發確嘅咋，然後拍個隻鼓講，我真係只等嘅啦，有時我哋講到成時候，我講冇人做一個本來學嘅嘅成時候，我就講自己做出來咯，แล้วที่個聽講玩翻出嚟，或者อาหาร啦，或者รู้啦是有拄到話是。somehow 你咁樣講啊，笑掉好多次咧。耶！哎呀，我先都冇參望講喎。所以是讓算起來，其實咧啊，讓小土人，actually 讓是本來福建嘅算起來，讓是小菇啦。係咪是菇？菇啊，比鵝龜。等面嘛，好嘛？啊，像鵝龜。菇啊，帶菇哦，鵝龜啊。嚇，鵝龜。然後人咧，人等面嘛，OK 咯。鳥差唔多個好像咯。然後阿涵是咩啊？阿涵是鳥。白鳥嚇，白鳥啊。白鳥是虎，小虎。แล้ว尼摩對就尼摩，然後就看住，然後這冇講過啊，古靈關上面，古靈關上面 ，clip 啊 ，everyday have fun live 啊，小菇啊，古靈關小菇小啊，兔，古靈關小兔，攏幾隻兔噶啦。這裡乜是兔啊？係你乜是兔喎？攏三隻兔啊，都正小雜波，一隻鉛筆加古靈冠乜小虎啊？冇小菇，有陣時啊，豆嘅你小咩？豆你講小咩？你是小狗，狗是鴨啦。小老狗。你是小鴨啦，福建是小鴨咯。你唔是講翹厝嘅咩？翹厝嚟講。翹厝啊！我無面翹，因為我無啲正啊，先知啊，無面好翹。我哎呀，厝大一啲翹啊啦，面好翹，先知啊，嚟翹咩？少。先知嚟翹嘛，我真正係咪？只逼情。真正我只阿扎佢。只半段。啊！平時都有翹了係嘛？特別你有成翹，你翹厝嘅時候，你有成跟住先知啊，甲做嘅物件，係一年一刀做嘅物件。我本地是愛洗空啊哩物件咯，然後早幾日我腹肚痛，我 food poisoning 了未做，所以看下禮拜咯。下禮拜本未好勢無用嘅，可能無法了啦。無法啦，所以normally會做是講乜就係先食乜食啦，是咧洗啲正牙龜先食啦，咪洗塗骹咯。你30名洗塗骹啊？30暗暝洗塗骹嘛，唔是咩？12點地方。頂晚看我洗閒時，我看我係廚師洗學口嘅啦，30咩事啊？แล้ว洗你達條做咯，洗塗骹咯，達條我都唔知佢做咩愛洗學口，洗塗骹嚟卡波出邊嘅塗骹。你媽仔唔通洗嘅數，我仔唔通。唔知哦，但係特別我係麻奇怪，因為麻赤而不受塗骹嘅。掉你乜講句？
哈，很多伊贵了下晡3點會收塗骹咧，伊講是食貴了。所以我厝無咪辦當物件誒，我毋是袂曉，我知即個了，特別我厝無咯。我娘本摕伊咯，我看洗衫掉晒咧，我娘。講到扣厝啊，你講到啲扣厝啊，扣手咧厝嘅時候，唔是真正是啦，平時是，當今咱咪是定住咱講就是做咩事？我哋講住話題就是講佢automatic 嘅收塗骹啊。迄個電嘅 LYB 啊，電嘅鎖呀，哈。no，我是用。啷裝有用？哈 ，Roomba 裝有用。我是用 LYB 啊。我用 Roomba。我冇啊。你用 Roomba 是 carpet 還是你 hardwood floor？ 我第二年噶。Midwest 啊，咱住喺 Midwest 啊，伊個阿毛家咧，伊人suka用 carpet。所以 carpet 有真係幾 dust 嘛。了 ，whereas the New England side 伊人suka 用 wooden floor。So wooden floor actually 較會 maintain。咁邊咧特工嘅。So 你用 Roomba actually 用 carpet。The problem with Roomba is that 你用 carpet 啊，伊食電。伊 battery 了真係快。Whereas 你用because 伊行是個更靠路，較 resistant。Whereas 用 wooden floor 伊較快。Then there's that 我用 Roomba 啦，了of course Roomba 伊有洗，伊有 wash carpet 嘅本有 mop 塗骹，普通嘅塗骹本有。你用 Roomba 就久啊 ？Since 2012 啊。OK 啦，你是講。No wait, not 2012. 2009, 2010. 你是講啦 ，OK 啦，你 still 用掉個啦。我 still 用，特別我這粒 Roomba 伊 battery 無了。我用嘅時候，how come 我 battery 無了？未好炸聲啦。對 order 伊 parts。是，會使換啦 ，at least 你使換伊 battery。Roomba 你會換伊 parts，but I don't know whether Malaysia 你會買到伊 parts。當然只興嘛，特別唔是，maybe 唔上漂。But Roomba has been around since 就舊咧咯。攞到啲Malaysia洗塗骹，攞住厝有成個有 Roomba 洗塗骹嘅物件，你自己掃嘅。Malaysia 個無你事件啦。特別我就是啲學生咧，看到我朋友用我先人夾帶啊，我係媽甲我係姊妹用。你 imagine 啊，你用一粒 Roomba 啦，了你厝把人講啦，有地主講啦。你識 set 你嘛？你識 set 嚇，你識 block 嘢啊，你識 block 嘢嚇。你用呢個 laser 啦，你用呢個 laser to block 啦。嚇，呢個叫咩 barrier 係咩？我 imagine 我厝 if 我買一粒 Roomba 後嘅mother 咧，我厝地主講 that would be very funny。冇伊 Roomba 佢曉去個邊時佢拜啫，拜啫一個貴。你想未買啊？你厝是塗骹是唔是夾筆嘅嘛？你厝塗骹是刀實是。hardwood 我厝刀勢。刀勢嚇，用咗刀，我買厝門是刀勢，伊樣幫到一炒一厝塗骹，我頂到是無我一刀轉去，舊年轉去是無你夠有啦嘛，所以我有時對塗骹較清氣。我成日係數咪貴咯，數嘅死人頭毛啊。係咪頭毛？哦，對。即係你你掃塗骹，你掃一個呢，就頭毛甲了啊。所以啊，要你是數頭毛呢，講真刷啦，頭粉都冇濟。是頭毛大刀掃塗骹，掃就是大堆頭毛。對粉啊，對。等下，那是鬼魚可能。滑晒成鬼魚可能。那梗係滑仔。梗係滑。啊，滑嘛，頭髮嘛。แล้ว兩個韓國我俾齋個韓國啊，樣啥？啷啥？免講韓國啦，百嚟位啷個有成個洗物件，像扣厝物件 gadget 啊，成個好如洗糖啊，成日講冇上嘅物件。攞嚟其實手糖啊，還是啷個糖啊嘅迄個玻璃是一片一片，然後咧開壓落來嘅是一片一片咧，迄個玻璃啊。
你叫咩？係咪糖啊？即係你現在興嘅嚇係咩嘢？八hiệu糖。八hiệu啊？八hiệu，八倍hiệu。哦，八hiệu糖啊！所以糖啊係，你可能是有人咪切糖啊是，咪是係咪嘅？出隻物件。哦，各哪個？倒入頭啊！倒入頭你知做咩？唔是我。各，嗱，唔是我都冇叮當咗隻。是好屌。OK， แล้ว你切糖啊是要俾自己成下咧，一時就湯就比較湯，你叫咩醃啊醃，แล้ว你攞啲 sponge，แล้ว後嚟咧醃到啲玻璃去燒咗啦，知道乜樣佢？我攰嘅糖啊，哈哈，攰嘅糖啊！แล้วตอนเรา有成個八行色物件 gadget 到啲興嘅，然後再成就 mop 啊，新款嘅 mop 啊，係咪？我用我 vacuum 咯。vacuum 你 vacuum 上面你用Dyson啊 ？Dyson yes。打邊你用Dyson啊？我用嘅Dyson Malaysia 買唔到。係啊。好潮喎！我去吹伊個 appliances area 伊人冇買。你時間伊人買就是加無咪包袱，我就是 heavy duty 嘅。哦，你上面物件係咪 model 啊？咋？我對看等下。แล้วเรื่อง就是人ที่掃頭卡是用 vacuum cleaner 但是冇啦，可能頭卡定嘅就只用 vacuum cleaner 啦。是咯，垃圾成日俾佢咯，個亂嘅事。I think 係咪？我知咪數啊倒入頭。我在倒入頭，我知咪數兩招用 vacuum cleaner，用 Dyson 冇咩 option。我厝本有用。DC41，我無穿目鏡啦，所以我看無咪清楚啦。伊個 box 都真正關，我下點我 storage 真正關。哦，I see。DC41，你有可能是到時馬來西亞較少人用是？馬來西亞較少人用 vacuum cleaner。not really。我本來嘅厝我有 vacuum cleaner。我去困啦，我未打鼾咧。OK， 就嚟啊。OK， 拜拜 ，Happy New Year。Happy New Year。拜拜，伊受水節了。我嘅厝到底本來我 family 有用 vacuum cleaner。我會記我 the logic is 我反正講用 vacuum cleaner because 假使用臭手掃嘅時，伊個 dust 甲咱飛來飛去。so 你掃塗骹嘅時，伊個 dust 飛來飛去，咧 in the end 你扣蝦米貴？伊是酸去包位咯。so 用 vacuum 彎頭一刀先。你用 vacuum 嘅時候，你到厝時你塗骹唔是定嘅塗骹啊？你講到一個？你本來西本來嘅都是定嘅 ，yes。你是茶㗎，還是 tiles， 還是 terrazzo 係咪？marble floor，OK。แล้ว你是掃啊？แล้วเราอยู่ถอดขาได้สิอยู่ถอดขาสิอยู่ถอดขา用 mop อันจะค่อนข้าง mop ต้อง叫จะเจ็ดสิเนี่ยjust primitive mop 啦，我都會 sophisticated mop 出嚟 mop 係你 mop 㗎啦，唔是像嘅出嚟。特別是較硬，好你較慢壓落去，你再去轉嗰啲 mop 啊，我是第件咧。我照頭卡是去轉嗰啲 mop。Naturally 對轉嘅 ，it's just that 依樣 gadget，I call reinventing the wheel that's all。我唔是用去裝成彈模可能膜嘅，我用嘅是你絲絲格格嘅。絲格頭嘅，葉頭嘅你漸就好用，喺你 B 家你彈模起你哦，就雞頭模起你啊，雞頭模嘛，迄種，個凳個派轉，你有陣時葉波啦，什麼嗬，切家你佢勁粗臭嘅了了，我都佢勁粗臭嘅了，有迄種味嘅㗎。我記哦，你拗狼味哦，拗狼味。啊，即係嗰啲嘢，所以我早幾年前嗬，我原來你教我用迄個。絲格型，嗰種定型嘅啊，定型嘅種嘅，掹出嚟洗嗬，你啲俾先會不如洗，大佬不如洗，可能咩用湯嘅嗬，好堅啊！係成個膜嘅，你看每時對呢個薄嘅嚇，
伊是一条可能就冇一条砂糖可能，砂糖可能也冇。哦，成個醬咧，舊嘅醬咧。你想 Wonder Mop you can buy it in. Something 可能。特別是薄 ，material 是薄啊是。It still 是薄啦 ，it still 是薄。哦，是一種嚟嘅。舊嘅河粉聽。something 可能。呢是河粉就薄薄可能。呢薄就是薄嘅嘛。真正好用，迄個真正好用。你搞個 corner 吼，以後家己轉你嗰就90度肯轉。以後我唔知，我知你講咩我唔知。你叫我看。我今日你成日到厝捡厝哦，是你捡啊，是別人你媽捡你講？我還沒捡厝。我沒捡厝，你自己捡。嚇？自己捡。你捡掃就頭卡是啥物？冇講只大掃啦，normal 掃你看咯。你用掃頭就掃手掃還是 vacuum cleaner 掃？佢哋吸塵機叫咩？哦嚇，掃頭粉啊！你厝頭卡本是係咪頭卡嘅？冇識啊！哦，冇識誒，特別不用你掃。佢哋嘅影嗎？掃頭卡掃一杯去啊！咁啊！成日就乜都頭講嘅。叫嚇？我冇叫做。我請人叫。咗好嘅嘛。我唔是好叫笨蛋。我叫飛咗先 actually。我 2 days ago 我是有早前日講，特別我有 echo，當我收到佢哋 copy。你除你 headphone 先。你講咩？你 home office 叫一箍叫。So 2 days ago 我叫 bedroom。So yesterday 我叫，昨天我叫我。你講叫是你做咩物件咧？咱今日日我都會叫我 living room。你叫是？你做緊了one shot 啊？就是咯。你講橋是係咩意思咧？你做係咩嘢？你 vacuum cheat every single surface， you vacuum every single surface and then you mop， you vacuum including you wall 啊，you those panels on you wall and all these things plus you door。你是特禮拜冇人橋啊？還是一個月打什麼？就估就上。我 normally 都是 every 2 weeks vacuum 嘅，然後我 every month at least will mop 嘅。tapi 我當今 in terms of my life 當今 is somewhat transition， so 我 actually last year 幾年我冇蝦米橋厝。冇咪橋掉。because 我 actually 我啲單位搬嘅，所以。阿龍咧，你按照你到啲韓國嘅時，韓國我感覺到韓國就你成個日本嘅可能缺少嚟用嘅 gadget 啊嘛。有真濟嘅，我唔捌，因為你唔係幾自房間，所以我唔需要用嗰啲。你到房間人即係橋咧，你到韓國嘅時。我橋咧，好似有幾哪個所在嘅，塗骹咯，塗骹掃清氣了，揉，叫我所謂真正洗，所以我一日用手就會掃，手就會揉嘅了，洗在間洗我嘅微信，不要上把，冇啦。我就咁大嘅，我同你是一間房間嘅嘛。你洗在間是上在韓國在間上咗啊？我是隨便塗骹。韓國在間上咗啊？韓國在間。咪是就係勁咯。咁你先想。我頭先我嚟講頭先安尼，我安尼頭真正來來講開話。我這一張已經是安裝是 shower 是 tub 係咩 ？shower 我是 shower， 我係房間是真正本嚟就一個開門，一個洗湯，邊啊一個vệ sinh，係咯一個 shower 掉喺地面安尼。然後一 shower 會做淡你裝曬嘅喲。要死哦！特別你看你按到長咯，但是你搶㗎，迄個一盤啊，你去盤伊話咪會咯。特別你用 bathtub 或你用 shower？ 我用 shower， 我冇 bathtub 嘅。我有 shower， 我有 bathtub， 但我較少用。shower 較 practical， bathtub 省水。啊，伊個就撩水，bathtub 是美國人嘅暑假。美國嘅人暑假 bathtub。
in the Midwest 嘅 John 你會本 bathtub 特別我不用嗰生水。bathtub 是只阿毛就是個浸啊，你到底邊啲嘅事處事你都按照缺少嘅？我有安啲嚟教我做。哦，係我後面啊，個後面啊，特別因為我家己是真正。我唔係講前期上啦，特別我屬格零簡單嘅，所以我嚟我嘅厝本是真正冇咩物件空空嘅，冇咩物件嚇。我愛冇用嘅物件，我需要ตู้裏邊擺水個了，外口是空空嘅。所以我按啲過嚟時候，只快度啲掃清氣，所以我一個月9月嚟到呢。所以我前期all the time是前期關嘅。我是特別熱衫。馬來西亞真係桃粉ค่ะ對咯，因為我後面啊，因為我在鄧中文啊，鄧中文係做 development 啊，我在度就係，所以佢冇桃粉咯。我看你多較慣嘅數。嚇，我做山頂嘛，但是你啲鋪地嘅話咧，都會計有隻桃，好似車貴事啊。轉路嘛，大鄧中文啊本。啊，是啊，特別我鄧中文啊，特別滿少桃粉嘅啦，是講較少，你實講大鋪地時咧，你桃粉都真正快。真正快啲只，Go Echo 係咩啊 ？Echo 哦，我想死物件用物件 Echo， 為明有強嘅效力啊！冇啊，我冇啦。嚇，向咗冇去。用 headphone 啦。特別有陣時吹啦。我咧把路就冇時間啊，咁咧用 speaker 了嘛，你 headphone 係電起得路咧。有當時 noise cancellation， 冇cancellation 個有當時個別，但係是別。嚟，你講係咪你嘅就是講，是後條講咩？冇，因為我見你走去 Apple Store，所以就我講要用新嘅 headphone，我實在你講啊，我想去俾你 headphone 呢。咩係咪 iPhone 7啊 ？headphone。哦，安裝 Beats。哦。我就suka，一個是 Bluetooth 嘅，因為我就suka，因為同佢提示鈴嘛，每次都同你咁撳咗，嚇，而家未聽啊。Bose，成個話。阿 John，好上貴。到Bose上嘅咩？對 Bose 上貴。啊，到嘅。係你 B 嘅票嘅就是。到嘅 Apple 嘅 Bluetooth earphone 啊。嚇。哦，你好。我看人用咗呀。哦呀，特別啦，我冇看過，我冇看到佢本。我看到，因為我剛剛我見佢就係我看，做乜嘢earphone啊？你個嘢呢？我看到誒是咯，嗬 Apple 嘅 AirPod 啊 AirPod 是咯。呀。啊，比伊到咗我看找到佢應該是 OK，未落我看呢。我唔知我冇 try 佢，所以本身唔敢講。特別有咧，我冇看 review 嘅人講 OK。market 啊，冇 market，我唔知幾錢話貴。I think 是8個塊美金咯。哇，8個塊8個830。I夠1000塊。哇！我驚咯，你紅險咧嘟就冇去啊，了個8塊冇去一齊。是咯。做咩嘟就冇去？伊是 wireless 誒，成個咧 Apple 嘅 AirPods 嘅 headphones 啊，特別伊是冇線嘅。那 wireless 啊，แล้ว安裝一嘟正部。你細粒喎，你細粒就如果你係都講到就噗就冇會搞到落海。是啊，我看者小英安裝呢。伊是上個你請 Apple 嘅 AirPod 特別冇線咯。你叫咩？伊叫做 AirPods。Air AirPods。那個係找普羅啊。揾到普羅啊。我未去店看到過，所以我唔知。那嘛是上個 iPhone 你看呢型嘅嘛，特別伊是一支，伊無線，伊一支可能。伊是會卡一支可能。即個教我按講不要緊，伊頭一個去買就對。誒，但我都講你洗頭卡物件，Mr. Muscle 啊。哎呀，你我冇去查Mr. Muscle 是你沙文碗係咪？主嘢嘛，盤嘛，嘅質性嘅本嚟，我冇去除啦，我頂住有除嘅一包，我係 refill 我未記啊，哎呀，先你 refill，係啊，除，你真好用，我係按過去買另外一個無上漂嘅，哇，我得你買咯，哦呀，我得你買，嗰個無好換，即係小好換咯，我買一種嘅，特別歹除哦，真快賣了。
係 test 啦。伊即是用啊，用一刀啊，合家己啊，是。冇，伊唔是 tissue 嘅。Mr. Muscle， 我其實我聽伊唔是裝上一 tissue， 你看你用一點嘅。哦，不如，啊，就是安尼款一薄啊，即個用款久啊。大家你家己扣出是你抹扣，大家後面。安尼款呢？我舊位智慧珠咯。哦，I see，笑。啊，大粒頭是唔是咁樣都講嘅？啊，呀。Which one？即係咁樣都講咪 magic mop 啊。等我去吹佢 magic mop 成咗。就好用哦。哦，用啊，你一洗伊就落了伊。伊上加將手咧出來啦。Which one 都講到先。嗰啲 magic mop 吧？哦，唔是 magic mop。伊上 magic mop 吧？唔是，我可能 magic mop 特別唔是喎。伊唔是伊 maybe 伊會跳啦，magic mop maybe 是一個。冇，伊這是一個 rectangular shape 嘅四角。啊 rectangular。有 share screen？呀，到底迄個冇咩？你冇得咩？off YouTube 嘅。哦，大媽係有嗎？大媽有吧？比較少去行。伊個茶無寫伊票，因為我買啊真正久了，所以即個我特買 review 爾，伊個茶無事，我無買着伊迄支茶咯。所以我無咩會記伊個票，應該是 Mr. Muscle 來啦，唔是 Mr. Green 來 ，Mr. Muscle 哦。你落講到 Mr. Clean 咧，落有迄個magic eraser 哦。我有。你有用哦？有。我是真好用嘅。伊是唔是 eraser 哈？伊去切你裝嘅格物件嘅咧，咁冇？你想用是卡 A 靠的托卡，還是咪叫你別阿哥對啦冇？我啲 Korea 嘅事咯，你加阿龍了啲，我啲喺你大鎖未搞掂。哦。我大鎖。Korea 冇大鎖啊？會嘅咯。會計咯，上隻票，日本嘅大叔冇上嘅。哦，我想上隻票啊！伊冇上，伊數冇上。哦，特別每次佢就大數啊！因為，所以我唔就係講，如果160塊啊，有時講我唔就係講是住抄住咯，老實講，因為韓國咧是有藝術嘅，就係句啊。Maybe 是 Korean 啊，伊先成個台數成個。他就是咖喱咯，他是 everything。everything 哈密啦，everything 啦哈密啦，係啦，一索是有嘅意思，有。哦，哈密不有，哈密不有，所以一索。actually 我是 absorb。哦，那個我想話個豆沙我食哦，豆沙好食哦。我大嫂嗬，把你大嫂正啊！我買物件嗬，我看是 made in Japan 嘅，我買 made in China 我買俾啊。因為 made in Japan 嘅嗬，伊物件較好用咧，真正。呢個較水嘅。較水較好用，較好用就咁樣啦，無相嘅 quality。伊有兩種嘅嘛，是 made in 都愛看嘅嘛，你買時都看 made in China 是 made in Japan 嘛。你我去買一個沙西嗬，有一就好用喎 ，made in Japan 嘅喎。嗱，南西我都看這個，互你按看。即係160塊啊！你看這是唔是上加咧？你看柴啊！這是你燒咯，插落去，是你燒哦。好啦，要也插出來。我看過，有嗱，係你咯。係咯。แล้ว插แล้วคำว่าเหี้ย插แล้วอีเดียวสิ你實插落去你lightning cable。揸債啦，我就唔制俾咪成節可以。哦，你冇梅話？我唔制啊啦，我制我就俾即係冇得頭條嗰啲。你冇梅話，咁你講我嗌咪幾多嗌？哎呦，你 OK，你個講到對太數物件，太數，得咯。即是去面那個格格嘅那些 eraser 哦，我講嘅是這個哦。等我看，你開咗部 video？開咗啦，你？誒，我冇看到。有咩？我家己看到，我家己嘅。
佢啲我都掛住係面嘅。啊，當然佢啲。誒，係咪嚟？即是冇想啊！我講嘅喎，我講嘅是啥白色嘅 sponge 喎。哦，係你 sponge，即你本好用 ，sponge 我冇用，即你嗬，係兩煮嘢 max 啊。water 嘅 max 啊，哦，你係先嘛是邊啊？會種垃圾嘅咧，喺你偷食當可咯，邊咧，伊就出嚟啊，就好用。特別我馬來西亞大咗部，我除咗冇時除部。哦，我除咗冇時。誒，大所而家又只隻咧，看奇確咪嘅咯，40。我接咗我時間，我條時間龍講，我就去大所邊可以自閉嘅。哦，所以你走去嗰啲時，你去 stock up 啊？冇啦，冇咩字啦，我哋俾就知入對嚟。我成日講馬來西亞湖嗰度，俾一啲啦好友喺馬來西亞除補。變講我去俾你 sponge 嚟用咯 ，sponge 本好用，特別 sponge 節用咧就變啊嘛。誒，細細喎，你細冇唔知哦，嗱就我掂，我冇。特別用時伊無個你擦入去嘅咯，你擦入落去。是啊，唔知我冇用㗎，你係邊條啲？有個有一種嘅布，我本係recommended 嘅。哈，對。即個，咁樣啊，即個真好用。我本是啲我朋友啲 online 俾學話，伊當時 made in Korea 嘅。哦。所以我啲 Korea 嘅事我全部掉。即係 microfiber 啊嘛。冇，所以你去切迄種嘅。我迄種嘅像我豆腰下面哦，是普通嘅布是洗袂到嘅，食掉啊嘛，好，即係無你一洗你又可伊會食嘅咧，無掉啲喺你布嘅。哦，洗袂食入去布。袂食，特別無好是新鮮咧，要淡薄綠毛，特別買關都走用。哦，洗過啊就 OK 啊。洗過啊，伊就 OK 啊，就好用。即是成日你切豆丁啊，就豆丁真係很用。你手錶到除掉，我本是啲這邊嘅大所除掉，到對我朋友是啲 online 買，我用啊好用。แล้วว่าที่ไทยซอสช่วยเดียวแต่พี่ไทยซอสคุณภาพต่ำปุ๊บเสียง because ไทยซอส可能是 made in China 啦因為 eBay 是 made in Korea 嘅這裡咧咯用這裡哦這裡 Eraser Swiffer 唔是這裡 IKEA 有賣啊老山啊是唔是 Swiffer 啊我看過這個冇人我冇用啊 Swiffer 好用嘛車嘅幾時車，你就用是你 dashboard 嚟啊，你穿未掉啊？你踩車就個石頭可能。Swiffer is a expensive 睫毛清嘛。特別because 伊 capture 伊 dust。Yeah, they will say that it's static, you track dust and this and that. Yeah, but 伊 fiber 真係有，所以伊頭粉嚇伊 trap 到啲伊 between 啲 fibers 嘅，所以個睫毛清個無，睫毛清原來是掃來掃去啊。睫毛清冇啊，隻股冇用啊，睫毛清不用會添啊，我係 health 發 health care 全部唔用嘅笨佬啊。睫毛清是掃，多邊掃去，這邊掃去多邊啊，係咪？喂，我手睇可能冇個 line 呢，這禮拜。Oh shit！ See? Oh my god！ 冇電器啫。Try again。我頭擺就冚掉我電後，我就是。You lost everybody？ 哈。I have okay。哦。等陣我 Swiffer 我有啦，但係我冇用呢個當機。我車啊，當然靠，我處我係。係咪睇咧？這四隻蚊咧？伊是 dish， 伊是 wet tissue 嚟嘅。嚇！然後伊有半，冇相嘅。即係是有你是切袋粒波咧，然後有你是切透射咧，有你是切透粗嘅。伊是 antibacterial，你 kill germs 嘅 kill bacteria 呀。然後有你是切glass 嘅 window 嘅，你講呢？然後我把你存一包咧。你就大髀，自己就大髀本大數本啊！即個伊唔是特無，伊唔是特嘅所在有嘅，伊 only 路，但是愛去找迄種伊樣有接迄種 imported 嘅 grocery 嘅mall 啊 grocery 嘅所在較有。Surface White 啦，因為比較只濟人去考本 actually 比較。係咯，即真好用。哎呦！四針萬咧，四針萬人可以咪死？阿龍，嗰啲話都特別。四隻萬咯，有咩嘅事？面啊咯，面啊，即係邊你南邊，你攤嚟。
哦，一支啊。你講西湯了？嚇西湯嚇。你西湯我是用佢哋熬出嚟，佢哋IKEA嘅有一個熬，係咯，自己唔加差掉。攞有一種嘅。你咪是鮑魚刷啦。誒唔是。鮑魚刷 ，OK。唔是鮑魚刷，鮑魚刷是。我唔是鮑魚刷，鮑魚刷是佢哋劍呢套卡會滷嘅。特別好，我 advice 我toilet啊，買包油最細都就有伊個拖卡。啊，拖卡啊！哦，伊冇食，買去放真正，迄種 heavy duty 嘅，種。買用外面有強嘅後嚟去邊嘅。買用佢哋邊 ，because 啊，碌邊咧可以 protected，佢哋 protect 有一個 protection 嘅嘛。哦，我知你講嘅 ceramic 嘅 coating，咁 ceramic 有一coating，伊會掉或者是伊會掉嘅垃圾。真啊快掉青掉嗰種嘅蛇咧，即係係咪啊？未使，你即青菜番都較過垃圾爾啦，理解是。你青菜番邊邊細番就好了，唔係講話放迄種嘅，你講有後嚟嗰種嘅嚟食。外面嗰樣後邊啊，脱個布去。我頂打你脱嘅是無上，脱嘅是阿毛灰嘅拖卡，真勁嘅。係種阿毛灰拖卡表記，你放 bridge 落去放，呢種嘅是唔是 bridge 落去倒落去咁表記，特別呢種。呢個乜嘢嚟試個？尤其是新厝吼，忙有時你新頭所，你因為我把你甲換頭厝久爾，我頂年頭甲換嘅嘛。12個月番爾，佢肯甲我做頭時人甲我講，你袂使用嗰啲咩買西亞嘅固定嘅布嘅，講你用你凊彩用沙盆粉粉洗粉就好了。有當時有個人誒，即個拖卡就拖卡嘅注意下，你就咧伊個拖卡只骨嘅，我就冇驚咁啦。尤其是我嘅爸爸唔上骨。我用了一種伊是 from Korea 嘅，特別伊這邊夾 packing 啦，真正好用。我介紹蘑菇用蘑菇 fall in love 了，直頭去買。哦，安怎伊攝嘅效用啊？伊用了吼，伊骨甲來，伊毋是講迄種骨甲真係吉利嘅，因為有啲骨甲真係吉利嘛，成日行落愛巴肚嘅嘛。伊骨甲啱好 just nice， 然後骨真正清氣啦，真正香。伊有3種嘅 flavour， 伊會變有紅色，有最紅色，然後有白色甲青色。我用白色嘅啦，伊味素甲 OK 啦，我梗係接受。因為青色有陣時我冇咩熟㗎，佢哋長毛味嗰個，佢咪日本長毛味我就係佢啲嘅。哦，長毛味咧，檸檬嘅味啊？檸檬嘅味究竟啊？檸檬味個 OK 我係接受，特別長毛味我未。因為我就是個長毛味喎啊。熟㗎 OK， 你講你食你啉 OK 啊，特別你厝我沙本啊長毛味，你拖卡長毛味，你洗碗個長毛味。特別長毛味就興咯，就是長毛味。就是上興嘅嗬，你隔籬用隻長毛味味我。我用到一個長毛味，就是咧 Aveda 嘅 shampoo 是長毛味，頂到是。然後你頭毛咪長毛，成日凍陰咁見嚟嘅見。我係十萬不容。我成日凍陰我凍陰見嚟見去。因為我長毛我就是想叫嗬。豬腳。spice 所豬腳，食唔見。我明白。OK， 我是淡薄 OK 啦，像啊入嚟食 OK 啦，我食會接受。特別講，因為白滷吼，迄個係咪 aroma oil 啦咪哦？我買俾啊。對，長毛味對。嚇！我買俾我同買俾你，等你陪你去學。哦，我是個長毛味。但我小學嗰下面物件人就四隻文 OK， 四隻文同伊比較一種啊，試了我嚟啲本咧。eco-friendly， 特別伊是頭整是啲 sponge 啊，然後你要用嘅時候，你夾伊嘅 handle 啦，吐入去 sponge 位，然後是伊嘅 sponge 掉到水嘅時會出沙盆皮咯，然後你怎拍字啊？等我冚你先啊，然後你拍字，冇你拍字啦，你吐喺啲sponge disk 嘅時候，你夾住佢就買切了時，伊 handle 就等伊隻伊係一粒。sponge 走起來，客格誒。你好了。嚇！我 online 看，一個正講，一個蘑菇無起來講，即兩隻本事哦。一嚿 Q 出來嗰就，Q 出又怪來。嚇咩？但是我人等陣會發嗬，咁樣交亦記得就自己就我但是。係啦，你冇咩 message 蘑菇嘅嚟講？唔使。佢講嘅是對個波啊。
啊，toilet bowl 掉。我看，我就是remind me of something。Say toilet bowl，頂頭是叫咩啊 ？Scrubbing bubbles 啊，Lysol 啊，特別有。我用就是 toilet wand。啊 ，yes that's the thing toilet wand 掉。就是成日同媽媽講嘅。toilet wand。你嘅。你去買時。If you buy small amount 啊，伊個 sponge is 貴，so what you do is you keep buy in bulk. Yeah. 你是唔是 one use 啊 ？You buy in bulk or do you buy in 我冇買，我冇用。我是我再講我看過嘅。你用，是唔是 one use This one you have to ask my wife 啊。tapi 我買 in bulk is one gigantic box 要拿邊度36粒。哦，我唔用過。如果說我當你鋪面，因為我請人就頭卡4張8條，所以我冇樣嘢嘅 supply 來，所以我冇 provide。哦，以前啊應用啊，你just 倒伊個 holder，伊個 place holder。你叫咩？toilet one 啊？係咪 ？toilet one yes。toilet one is Clorox, so I think it's。Doctor & Gamble, right? Toilet one. Kia, company. Brand is Clorox, of course. 對，我都看人曬，所以都愛去吹。咩啊？我 share。Malaysia 冇咩 ？Maybe 有本啊，我 share screen 啊。why 我 cannot share screen already 啊？你個白佬我有買咗一支係你 Clorox，伊是 in pen 嘅 form 嘅喎。你成日 pen 開你哦，成日一個 marker pen 開你。哦，入嚟 rub 落曬。哦，你成日成個噴咗物件是嚇？你伊有兩邊，一邊是邊嚟，一邊是 brush， 一邊是 pen 開你，所以你會使用攞嚟。所以你 bleach 哦是你放啲你薄肯擼時哦是你用你會使pen 開咯，擼喺你 spots 咯，喺你 stains 嘅 spots。你洗衫有咩特別物件？搞了無想洗衫，半開洗。No depends. That day 你講洗在經，我每看用蝦米？你這個 requires a bit of knowledge 啦。你買你洗 liquid and all these things， 你對知你用到是蝦米 liquid？ 你用 caustic alkaline base or acid base。Not even 上加路alkaline base acid base 有帶bleach 但係如果有帶你 just 用 hydrogen peroxide so 你對猜 what kind of material 你 clean then 你對 understand whether 有 chemical reaction 冇 if 有 chemical reaction to 你 cleaning fluid then of course 你對換別個 brand 啦Right. That's why 我講買物件時，你對看伊個 ingredient 都是蝦米。我肯定學你對再講你 chemistry 嘅 background。我肯定學你即係獨立拍檔，我諗未必物件是拍檔咯。我其實冇拍嘅事啊，拍檔我係提示啊。Because even 我買 process，even 我買物件 grocery store 我冇。我 scrutinize 啲 ingredient 咧，真係我這邊時候冇咩在意，就是因為我隻股冇先頭卡，我計後面咧。你特定一刀嗬，迄個工人無來了，嗰時係咪啊？你就在時。我試，我真係說我，你就在時，因為都冇關事做啊嘛。你真係說我其實 start You should try to do a bit of vacuum because it helps you exercise a bit。我就要問大刀哦，教我講我係參咩？我試了，我頭一個上對我就問，我頭一個就是問，你工人會對是咯你看你特肯，因為一個一直打電話講我係試啊，我參了，我試了，我是唔是都工人對打掉誒？我那時講我在掉啊，我就請人就頭卡洗得了啲有啊啦，特別我俾請人教我洗3至3有3。
อุตส่าห์我开分段了。อุตส่าห์如果อุตส่าห์อุตส่าห์ก็จีซ่าอีก期間攞點證啊！哎呦，就是講哦，哎呦，逼切哦，一禮拜3年後，睇下有喏，有一禮拜3年是不是？我唔知我冇有啊，我穿衫冇咩有嘅 T-shirt。我真正冇有嘅衫 ，actually。我真正攞型有衫扣除啊，我是特別打呢。我攞型加3擺吼，我有衫我去買迄種騎掉嘅，你知道？哦，你 steam 嘅啊，我買買啊，我買夾板迄種了，叫騎掉嘅。啊，不，你騎掉了吼，我夠有心情有淡薄。你騎掉嘅吼，伊是用 steam 還是用有刀有？騎掉是寫出汗，騎掉嘅冇有刀嘅，我是直頭 steam 嘅。啊 ，OK，steam 較久喎，啥是？steam 嘅 maybe 會較久咯，看下面衫啦。嚇。上個迄種長袖圍衫做工衫就會較久。上個 T-shirt 啦，迄種 normal 嘅往查甫衫迄種 top 哦 ，OK 啦，一個有好勢了，件仔衫。uniform 嘅了，一個有好勢了，是一個大布嘅長袖圍，迄個有影是食時間，有影你是用有刀較好。你條鞋了，你條鞋咧，哦，特別馬來西亞水無黑，唔是黑 water 啊，你係只轉水呢？我係最盡水呢喎，特別我是黑 water 哦。我人黑 water，所以我特別係 distill water。我唔是黑 water，我唔是黑 water。Depends on location 啊，咗你會就是黑 water。是啊，我馬來西亞應該唔是黑 water 冇錯，所以我洗頭毛我頭毛別人。係啦，對，那個冇。特別你洗了是伊骨，你想搶冇清氣嘅感覺。你是 soft water。我係 soft 嘅。你冇啦，我浸水是用 filter 了嘅嘛，浸水是用迄個 water heater 咧，應該是 filter 了嘛。唔是直頭用 direct 啊嘛。四薄碗咧，四薄碗落面嘅啫。四薄碗咪用三嘟咯。三嘟是下面嘟下面，三 kiss 唔是？嘟 light。你是用流漂啦。嚇，你用到 foam 用到隻 sponge 位，還是安怎說？我有 sponge 加糯餅嘅，所以看死下面。一邊搓一邊焗嘅啊。一邊焗一邊搓咯，如果加隻 non-stick 嘅 pan 嘛，所以我別使用迄邊嘛，唔可以用 sponge 嘛。了有你是啥盤啦、碗啦，你個會使用另外一邊咯，咯。你馬來西亞有興 dishwasher？有 start 興，我就聽到我係用唔係。有 start 興，特別我 still 冇暑假。你話啥？嗰時嘅講咧，長咧個放落去啊，然後長過來我洗好洗咗咯。啲只隻兩蚊成日講笑。是啦。你所講大隻廚具八啲啦，你只隻幫我洗 OK 啦。我諗是，哎呀，我只半道，我只哎呀，我只半道就掉啦。我扣走面嘅，我只半道就掉啦。喲，我但是當今條，你想到我就自己洗，我佢件廚嘅了啊，我洗咗你看我就激死麼？會啊，我會啊，你無法啦，嗱，說講我買鋼保去係咩嗬？我無法啦，你我無鐳嗬，無法咧就自己掉洗哦。我現在我聽到是唔是講正垃圾，特別上加大頭講呢，你特別 zone by zone，你別想一刀做個了，你想講今日擺我被扣，今日扣是扣房間，是一個筆 maybe 會 vacuum。咗啦，我每度看啊，你厝啊。room sekali awak. Lu tahu lu kamu. Bo. That is the reason. 我冇suka kam，我冇suka room kam，我比較烘燙。It depends 啊，我想啊，我 room kam 掉 room 每 kam 掉是上加你你人嘅車誒 plastic 包掉係 cushion 嘅咧。我 the reason 我 kam 我多 because ลูกเจียวถอหุ่น是啊，像 same 成個人 cushion 包掉咧，你看到？啊，做咩世界成個小人咧？對啊，嗱是你半段洗嚟講咧，如果唔係請人洗嚟講嘅話，你咪你是成間我冚起你嘅講頂呢度。我 depends 啦，成個我煮菜會我，成個我 kitchen 啊，我門就俾開掉啦。
因為 kitchen 啊，你安裝洗清潔本，你安裝本 UMB sunlight 是第一好。clear 第一 clear 第一 eco 啊，第一 eco 應該有咁冇。sunlight 是有影是，你免濾嘅，就是學你係咪啊嘛消毒啊嘛。有成日除鬼嘅時，你咪是除頂個頭起來，掃一頭。除頂個頭起來。所以kitchen 我特別愛每阿妹愛開啫，我煮菜開起來，แล้ว可以按出去嘛。你用你係咪啊？係咪盒啊？叫咩啊？係叫咩 ？van 嚟啊！你按張樹本好啊，你唔會佢近啊冇開，一般是真係要嘅，佢哋kitchen。係佢近啊是第一 practical 啦。係燙。要見咱煮嘅物件，咱煮嘅物件味素較重。你用 van 冇？我冇咩煮啫，你咁咪 kitchen 嘅 van 啊？冇。有阿咩有，伊唔是燙去外口啦。我問你一個，我係你一個 question 啦。但是你用 van，所以 van 嘛有 filter 嘅嘛？對。你嘅 van，但是伊 filter 都是cloth 嘅 ，of course 你係 disposable 啦。特別 if 你嘅 van 都是鐵嘅。你被 dispose 嘛？對。Then after 你用 for some time， 一貴嚟鐵。你成油㗎啦。有一隻油嘛？你按怎寫咧？迄個我哋見啊。Dishwasher。就所以我條條問你啦。Dishwasher。你用你按怎寫咧？我按怎寫哦，我用吹氣邊慢慢邊咯就。對。我達到本嘅刮條超嘅。所以，所以當今我同人講一個物件。所以頭晚我講嘅就是，你會買物件嘅時，你都要看 ingredient。哎呦，成日我咪講 ingredient，伊會 chemically react to whatever 你會寫，or even 你食嘅物件，你都會知你啲食蝦米 ingredient 嘛。So now，當今 this is it comes back to this，that's how 我教學生 is。Understanding, look, understand, look, 用係咪貴噃 That is the question you always have to ask. So anyway, so yeah, 我到啦頭電話咧，你 van a mesh a filter， 你用 after some time 我fade out 嘅時候，所以你用就是出邊寫，哦，你用水寫。你咪按照 cut grease。我被看，你看，我買每一首講係咪？我被看咩？我被撩 program。你用 sodium hydroxide。sodium hydroxide 是係咩啊？我買啊，我傾下先。有 sodium hydroxide 係咩啊？你去到 cleaning 嘅位哦，你去買係你 cleaning 嘅，你 detergent 係咪 spray 係咪是骨頭 ，all the cleaning 嘅 liquid 啊。你去除係你 ingredient 就是叫 sodium。伊個 active ingredient 就是 sodium hydroxide。南西嚇，你去買你慢慢用 sodium hydroxide 伊個就 common 咧。伊個 chemical 嘅出嚟就是 NaOH。你講，你按照用嘅。你 just 下一個 layer 落去，你會 grease 嗰個搖去。你第六個水嘅時間呢？係我用嘅都是一個 spray 嚟，一整個消毒 spray。係。So that 伊個 active ingredient 都是 sodium hydroxide 嚟。So 你只轉落去呢，一 contact 到伊個 mesh， 伊個 grease 嗰個 immediately 搖。then 你搶水啊，搶水到你一搖嘅時，伊有 bubble 嘅啫。Because it chemically react. It's a foaming 嘅咧。Then after that, 你就搶水呢？南西曉啊，南西。睇個件店有睇咩呢？應該是有啦。sodium 係咩 ？sodium hydroxide。sodium 應該是個件店有。你只 sodium 啊？ hydroxide is caustic， 啲 pH level 都是 sodium hydroxide 啊，你叫佢。你問天才八行。人古早讀冊嘅時有讀嘅嘛 ？sodium hydroxide 就是 natrium hydroxide 嘛。natrium hydroxide。你放喺 chemistry 你有讀到了嘅。我個前面咁會亂，按怎切你嘅 keyboard？頂擺我係頭家時，
我電話做工時候頭家嗬，是叫我人一粒一粒撬起來，一粒一粒切誒，切無清氣嗬，無攤起線路。電話頭一個頭家，我真教誒。喂，你假使你誒厝有毛？誒，等陣人哋講就 keyboard，OK 來 keyboard。伊唔是講用毛嚟切 keyboard 咩？我唔是用毛，你是講你食過，你講食過 ，OK。嚟冇啊，你keyboard 那些。我講咗啦。keyboard 我是用你即個叫咩啊？我用條即個叫咩啊？你先叫咩？誒，就是人新嘅人來啊！即叫 Swiffer 加往時都俾用打咩往時，但做工嘅 computer 就垃圾咩往時，人哋我特擺啊 lunch time 時我們做工啊，所以就一條往時佢食條啲 salad dressing， 你是住，你名咩來？新椒來吧接來。我是白亞玲。哦，白亞玲來，椒啦，老椒啦。白亞玲，你新椒扣厝未？新椒扣厝啊？啊。我扣我 office table 樣咯。扣 office table 啦，冇到厝冇扣啊。我但係你講起 keyboard， 我本時間南西上本咯，一粒一粒凹出來，卡伊，然後切咯。南邊東西即係叫你南邊啊邊係脆啦，係咪個了呀？我個頭那脆個了。而家垃圾咩？頭毛啊。邊度裏邊呢？哇！有陣時你做工啊，你掉頭毛都變埋唔知嘛。哦，係啦。因為有一種係綁，唔是綁迄小迄風出的啊。哦，你背嘅啦呢？背出來，綁出來。夾作鏡啊，走出嚟嘅啦。夾作鏡走出嚟啊！會夾作 CD 裏邊呢？呀！有嘛？對咯，應該你成個人接物件，成個邊啊吹到啲裏面咧，夾作走去裏面照。你寫你字幕你冇用嘅。有我聽到寫你字幕。我諗睇，你幾個人寫嚟字幕？冇，我講你寫 keyboard 嘅時，又係你 blow 冇用嘅。誒，特別有時你成個調，你未出嘅時候，你使用你 can try to at least 做 escape。Yeah， it still will start because keyboard 一全係即係 nooks and crannies grab 咩 ，so of course 你會偷你 keyboard 貴嚟，and 當時我係朋友啊，我真係有人做緊呢個。我係朋友到啲Apple 做伊有一種唔是 model， 唔是 every model 啦，一隻 model 嘅 keyboard 係 dishwasher 裏面寫，寫咗出嚟就係清氣嘅。你講你買插電呢啦，你就可以寫講裏面冇係咩成啊 fry 嘅 circuitry 你就，伊講成伊 contact 加伊 mechanical， 講你到你可以打咧時候係被拍，because Apple 有一種有一個 model of keyboard 係，伊是白加透明 clear 呀，你伊成個一個 train 咧，伊真正甲打工垃圾咩啫？你看到個了個就係垃圾。哦，你什麼是 transparent？ 啊，你可以看到個咧，好個死啊！所以伊就不用 dishwasher 先。The other quick way 我用寫 keyboard 就是我用 alcohol。alcohol 嗰邊啊？我 alcohol wipe。Once 我 alcohol wipe 打了我用 hydrogen peroxide。喲。So double layer。你邊啊講呢？你 keyboard 係機嘅啦，邊啊怎寫？你用 cotton bud 寫啊？邊啊，我冇寫啦。If 我 really 會寫，我直接偷個咧出來。哦，偷出來咧是。你偷個咧出來了是，你 just 下咗出嚟 plastic box 嚟去錄咯。啷個用 mouse 當然唔使個人用 mouse 啦。mouse 一啲嘛是愛掉頭款嘅。當然啦，用 laser mouse 咯，你 trackball 你 trackball not very common。唔是 trackball，even though 你 laser mouse 你就有 surface contact 嘅嘛，你 surface contact 就多頂嘅，你對推就掉頭款嘅。我用 alcohol 嘅 hydrogen peroxide。我用這你特別嗰隻用是你 Clorox 是 multi-purpose 嚟寫到我做工嘅。誒，我屌你睇咩物件？就排寫本咯。Clorox 啊，佢攞 hydrogen，攞
你 alcohol 就是 rubbing alcohol，你去買90%嘅 rubbing。特別有你 surface 會做你倒條咯，被射字咯。你 wipe 啦 ，of course there's the thing that you have to sacrifice。然後你用 hydrogen peroxide， so 你用係你 Clorox 嘅，你開5塊。特別買咯，我 computer 咧貴幾百塊嘅。我用 rubbing alcohol 加 hydrogen peroxide $1 each。特別我被講過一物件係咩？歹勢嘅物件就是風扇。風扇ceiling fan OK 啦，特別你即你按看冚掉嘅風扇，等到真正是我係工課是寫啊，就係風扇嘅咯，加白起 ceiling fan 咯 ，ceiling fan 是用佢哋報紙浸到去抌嘅時候，按看包掉先，包掉切嘅伊頭款無咧時，甲用布切，我係工課咧真正是寫風扇。我除只這是我頂到細漢嘅除咗唔是當劍嘅啦，真正這是零分嘅就識個愛啊！我未扣，我真正我第一扣出嘅。搞我想，應該都在對說，我不知道細漢嘅時候扣出嘅是啲頭粉啊。嚇，做了 allergy。掉掉外手，嗰時對住皮膚哦，目睭整皮膚就老皮。老皮就乾，要你在腹肌，他明明講然後你卡你在你這你卡你手啊，一下正嚇，你 allergy to dust mite 啦，成個話呢？我定見啊！我嘛想，做咩事我請人來洗，我手就是因為。我變扣手效揉物件，我手整個了，我規手板個了，但冇整硬聽聽了。夾帶咯，好命啦人。了特別清。了夾人阮定做帶嘛。你是咪講好命啊？John 了，免扣手嘅了。就是好命啦。變咗扣手啊，就是規隻手就是啊，暖款啦，是唔是？是哦，整嘅了手。是咪講好命啊？你按夠遲啲啦，所以你免做啦咧。你話按潮我自己潮我自己啊，我按潮我。我按特別我按時只夠過。我按時只夠過啊。其實咁樣講，但是你除毛你用下面切。那是你除毛特別毛用下面洗。就請你啦。你用小掉無？無。用 bleach， 用 bleach 佢使佢去洗衫佢使。你用 bleach one part bleach 4 part water。You will not to say stop the mole 啦，you basically wipe out the mole。你毛所以伊人未 spread 先嚟快。無你用 normal 嘅水 or whatever to say 伊個 mole is spread。車底本是用是本好用 bleach。但是 OK， 你嘅衫，但是你洗衫，你嘅衫，但是條血，你用係咩洗？我用佢哋。我買過先呢。唔是我用 Vanish。其實佢你穿嘅衫啦，so happen 你嘅衫，let's say 你流血哦，人流血一條你嘅衫。So what do you do？ 唔知。Vanish 啊，我把我用掉啦，係咪 Vanish？ 哦。Vanish。呢個 special solution 嚟哦。Special solution。我係冇睇做是用鹽加水，我是 last time 不用嗰鹽啦。Baking soda。鹽。No。The easier solution 等於辦機嘅 solution， 依然落罐嘅 system 用嘅。嚟講看血是用咩事？血就是你免去開個真係是類去洗個亂，你免即個落罐個依然 nurses 做間 hospital 依然再用咁。你用就是用 hydrogen peroxide。哦，嗱成個錄去。特別你 OK，let's 特別 bleach 晒哦。要 step 四咗用。嚇。你衫流血了，掉了時哦。你衫冇流血，你衫掉血。你買嘢，你衫電去 laundry 啊去洗。問佢煮，問佢。但是
你使夾去電器 laundry 去洗了，你夾起來你倒 hydrogen peroxide 啊，所以對 fresh stain 啊 ，fresh stain， 你 fresh stain，都會不倒 hydrogen peroxide。So look, once you told hydrogen peroxide within a few seconds, yeah, it 會冇去啦。because it 會particle it disintegrate 一下散呀。這個這個我冇咩清楚。我問你 stain 你係咪哦？你使講你衫是 OK 青色嘅，你掉血，然後你使係 hydrogen peroxide 伊個做你嘅 stain 你成個 bleach 你色嘅衫哦。未。所以 hydrogen peroxide 就是 water 嚟。所以 hydrogen peroxide 是我是用來成個手就刮掉嘅事，梗係尖。我未記 chemical composition 啊，伊就是 water 嚟啊，伊就是 water 嚟嘅，伊加出嚟oxygen atom 落去。哦。So water 就是 H2O 嘛 ，hydrogen peroxide 就是 H2O2 嘛。加上 oxygen， 所以用伊個 oxygen react to 伊 blood。哦，I see。OK，把到浪費時啊，hydrogen peroxide 諗就特別忙死鬼性嘅咋，死鬼咧就未用啦。諗 hydrogen peroxide 未用咧，你 remove stain 啊，我覺得咱隻酒流去掉隻字先佢哋。hydrogen peroxide 這邊你一塊呢？我就隻多罐啦，隻多罐。我罐你就特 brown 嘅。你去 pharmacy 嘅 section 你都會買啊。我咪錄 before 咱走 hydrogen peroxide 伊個 lose 伊個溫費哦，伊個上久咧成個無伊個效氣哦。出嚟我唔知啦，我 hydrogen peroxide 我買一罐我用緊咧。就是講用咧久啊，就是講唔知會歹咯，唔知成個伊個 lose 伊個 effectiveness 佢唔知。Probably, I guess. OK，當然小單啦，希望咱嘅新正咧，厝前期啊，無啥人，特別夾變走去啊，特別嘅咧無寫厝啊，對啦南西就係講啊走去，對啦南西啦，咁樣話我真寫到厝啊，唔知話乜寫。我哋冇一個人寫，阿嬸寫，寫了超難，所以別個人做。就話咯。特別我是直學起啦，阮頂我就驚。只扣迄種較久嘅物件無扣了啊，迄種只三度，但是三度愛夾了夾出來切啊，下面嘅時啊，我比講就是幾若日袂好勢咯。我真正驚是講切頭殼面夾了 OK，特別是愛去燒迄種久嘅物件出來，我就驚。較久嘅頭粉嘅了，我就解。頭粉嘅了吼，我比講特別。我目睭個夾帶，目睭個整。目睭夾帶，所以愛suffer一禮拜。特別我走做啦，無法啦。我走做我無法。你別啦，你就令你叫人吸收，你嗰條受過嗰隻刀。伊像我小查某啊，同你講，我叫人來吸我。你家己先吸。伊吸厝，我家白白吸。伊像我話啲人就像我小嘅，真係我有吹過人吸嘛。แล้ว伊人切ខាง啊，我啲邊個吸即個吸迄個，我吸成度，แล้ว伊人收頭殼，伊人切ខាง啊，我啲邊個吸一個尖頭啦，係咪啦？成個白白工人白白做，成個垃圾講好死啊，有半咧白白做。你工人嗰條好累累哦，可能。OK， 感謝各位。OK 啦。感謝各位聽眾收聽，這禮拜希望咱先正咩禮拜幾啊上上，了我哋特別嘅邊呢，就是怎麼讓俾物件時唔知咪 chemical compound 係咩風味梅倒入頭，了佢有早期了嘅怎麼是撞啱別記啊，了個豆鏡啦、古靈罐啦，佢有當今話都加來準備看到對哪一時間係？แล้วก็有小雜包咯，但嘛ก็有雜包薄包個嚟，แล้ว阿龍啦，後啲阿龍，แล้วก็唔使撞啊。OK， 感謝各位聽眾，下禮拜再見，拜拜，舊年話仔，拜拜，Go 啊！哦，準備日本鏡。